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歡迎來到麥玲開運堂。今日我哋唔講八字流年，今日講一個無數女人天天都在焦慮嘅身材問題——減肥。你過咗50歲之後，係咪飲啖水都長肉？為咗減眼袋、減肚腩，日日捱餓，搞到自己甩頭髮、失眠、脾氣暴躁。玲玲同你講，盲目減肥最損腹部。女人50歲後發福，其實係天大嘅福氣。身上有肉先守到老本，守到財。想知身上邊3個部位最唔減得？點樣越老越發福，反而越有錢？即刻訂閱我哋頻道，點讚兼開埋小紅燈。我依家同你拆解。今日玲玲同大家傾一個無數女性天天都在焦慮，甚至日日同自己身體作對嘅熱門話題，就係減肥。特別係好多步入50歲嘅女性老友記，成日同我講：玲玲姐，我以前好瘦㗎，點解一過咗50歲，飲啖水都長肉？個肚腩又出咗嚟，隻手又變粗，點算好啊？我係咪老啦？我係咪冇福氣啦？我今日要在這裏同所有50歲以上嘅女性朋友講一句非常之震撼，但係又絕對真實嘅玄學大實話，就係50歲後發福，其實係天大嘅福氣。女人有肉先至守到財。你如果盲目去減肥，往往會將自己辛辛苦苦累積落嚟嘅晚年福報親手減走晒。今日呢條片我會由淺入深，用最正宗最實用嘅體相學同面相學同大家拆解，話你聽點解身體上嘅肉其實就係你嘅老本，亦都會教你點樣檢測自己身上最寶貴嘅3個黃金有肉部位。最後仲會教大家點樣不焦慮地調養氣息，修出最頂級嘅富貴菩薩相。所以大家一定要聽完，因為今日講嘅嘢真係可以幫你挽回好多無形中流失嘅財富同福報。話說返轉頭，現代社會受到潮流嘅影響，成日宣傳那些瘦到好似紙片人一樣嘅身材好多年，興女仔為咗上鏡好睇，不惜節食吃藥，瘦到骨頭都露埋出嚟，生於現代社會。大家有審美自由，玲玲絕對尊重，但在我們玄學家、商學家嘅眼光入面，人嘅身體其實就係一個精準嘅風水能量場。每個人嘅命格體相在人生不同嘅階段，都有着不同嘅氣場需求。在命理學入面有一個非常之核心嘅5行概念，叫做土能生金。大家細心想想，泥土裏面靈藏着無數嘅石黃金同寶藏。如果沒有寬厚肥沃嘅泥土，那些黃金寶藏點樣可以安全地埋葬？點樣可以生源不斷咁被開採出嚟呢？在人體嘅5行對應入面，我們身上嘅肉代表嘅就係土，而我們嘅財富金錢代表嘅就係金。所以土能生金，意思即係你身上一定要有適當嘅肉，即係有足夠嘅泥土，你才可以生出財富，才可以守得住你嘅財富。特別係女性，女星在八字命理中屬陰陰，代表承載，代表孕育，代表厚德載物。一個女人如果全身上下沒有一點肉，骨頭突出，can 巴巴嘅，這在體相學上叫做冇土之木。木如果沒有泥土嘅滋養，就會變得乾枯，風一吹就倒，代表你一生運勢動盪，賺到錢都守唔住。特別係人一過咗50歲，我們嘅人生就正式步入了收谷期。玄學上稱為後半生運勢，前半生你可能需要像木一樣有衝勁到處去打拼，那時候瘦少少，骨骼精奇少少冇問題，因為代表你有拼勁。但係50歲之後，你最需要嘅係穩重，係承載力，係守住你辛苦賺翻嚟嘅成果。如果一個女人過咗50歲，依然瘋狂去減肥，把自己瘦得像個空心人，即係玄學上等於是你親手把自己賴以生存用嚟承載財富嘅泥土全部挖走，你個財富就會鐵底漏水。即就係女人有肉先守到財嘅底層邏輯，亦都係點解盲目減肥最損福報嘅原因。好多老友記唔信邪，覺得自己有錢，瘦啲顯得精神高貴。但玲玲同你講，50歲後你身體上最寶貴嘅3個部位，如果冇肉，你嘅運勢健康甚至仔女嘅前途都會受到嚴重嘅衝擊。接下來我就同大家具體拆解，女人身上到底有哪3個黃金有肉部位係絕對不能趕走嘅。我咪最先要講嘅第一個部位就係你塊面嘅雙腮同下巴，玄學上統稱為地角。面相學入面，我們把一張臉分為上中下3庭。上庭代表少年運，中庭代表中年運，
而下庭即係從鼻尖以下，包括嘴唇、雙腮、腮骨以及下巴，代表嘅就係我們50歲之後嘅晚年運勢。很多女仔年輕嘅時候成日同我講，玲玲姐，我想去削骨，我想去打瘦臉針，我想把下巴整到像嬸子一樣尖。我每次見到都覺得非常之心痛，因為下巴在面相上叫做地角方圓。地角顧名思義就係承載你後半生運勢嘅大地。如果一個女人嘅下巴生得圓潤飽滿，甚至微微焦前兜，這在面相上是極之頂級嘅後福相，代表你晚年有大福氣，有不動產，有大筆存款，而且晚輩仔女非常之孝順，會成日陪伴你，照顧你而雙腮。即係你念過兩則在面相上代表勞補宮。勞補宮聽起來好似好古老，其實在現代社會，勞補宮代表嘅係你嘅人，願你身邊支持你嘅人，包括你嘅仔女、你嘅下屬，以及你晚年有冇有福氣享受別人嘅侍奉。如果一個女人50歲之後雙腮有肉包裹，面圓圓嘅笑起來非常之喜慶，代表她人緣極好，性格寬容。這種女性在家庭裏能夠像一塊溫暖嘅大地一樣，凝聚起整個家庭嘅福氣。她嘅丈夫會因為她嘅寬容而事業順利，她嘅仔女會因為她嘅溫和而有出息，懂得孝順。在晚年嘅時候，這種女性身邊一定會圍繞着孝順嘅仔女、可愛嘅孫仔孫女，生活非常之幸福。但係如果一個女人因為追求所謂嘅骨感，盲目去減肥，把雙腮瘦到凹陷下去，腮骨暴露，甚至下巴變得尖削無肉。在商學上呢個叫地角無肉無依無靠。當雙腮凹陷，下巴變尖嘅時候，你個晚年運就會急劇下滑。首先，你會變得神經質，容易焦慮，脾氣變得極度暴躁，看什麼都不順眼。你在家裏天天挑剔，就會把家裏嘅財氣同和氣全部趕走。你的丈夫會因為忍受不了你嘅脾氣而遠離你，你嘅仔女會因為你嘅刻薄而不敢親近你。結果你辛苦減肥趕走咗臉上嘅肉，實際上是親手趕走咗你晚年最寶貴嘅兒孫福。到年晚年嘅時候，你空有一副慳地嘅身材，身邊卻冷冷清清，三并年冇人端茶遞水，遇到困難冇人商量，這種孤單寂寞就是盲目減肥帶來嘅第一種代價。所以50歲後臉上有點肉，臉圓圓，下巴圓潤，這才是真正嘅富貴相。大家千萬不要嫌棄自己嘅圓臉啊！講完臉部，我哋依家嚟講身體上第二個絕對不能減走嘅黃金有肉部位。呢個部位好多女性朋友成日想把它減掉，就係臀部，即係門嘅屁股。現在很多女性一看到自己生完仔，或者年紀大咗之後屁股變寬變大，就覺得好難看，想盡辦法去健身去減肥，想把屁股練得扁扁平平，或者瘦到無肉。但在體商學入面，臀部代表一個人嘅定力，同時亦代表你嘅財富。玄學上有一句古話叫做臀部無肉，子女無靠，一生奔波。臀部在人體缺鋯中起絕承上啟下，穩固身體嘅作用。如果一個女性嘅臀部生得圓潤多肉結實，這在體相上叫做坐擁財富，代表你這個人性格沉穩，做事有耐性，有大局觀，不容易被外面嘅風吹草動所動搖。更重要嘅係臀部有肉，代表你守得住財。你前半生賺到嘅錢可以安安穩穩地落在你嘅財富裏，唔會無端端流失。你老了之後，手頭上會有大筆可以用來安享晚年嘅現金，不需要向仔女伸手要錢，自己就可以過得非常之滋潤。而且在體相學中，臀部有肉嘅女性生殖系統通常比較健康，子女運非常好，代表你嘅仔女將來會有出息，能夠成為你晚年最堅實嘅靠山。但係如果一個女人把臀部瘦到扁平無肉，甚至摸上去全是骨頭，在玄學上這代表你嘅財富穿咗個大窿，叫做漏財之相。臀部扁平無肉嘅人性格通常比較急躁，做事缺乏定力，容易衝動投資，或者聽信別人嘅說話把錢借出去，結果往往是血本無歸。而且臀部無肉代表你一生勞碌，你想想你連坐下來嘅地方都沒有肉保護，代表你屁股坐不穩，一輩子都要為生活奔波勞碌，即使年紀大咗依然要辛苦賺錢，無法停下來享受清福。最重要嘅係
臀部扁平嘅女性晚年運勢容易孤單，仔女長大後往往會到外地發展，或者因為工作忙碌而無法照顧你，你辛苦減肥以為是保持身材，實際上是親手把自己嘅老本同定力減走晒。所以老友記們，如果發現自己年紀大咗，屁股多咗肉，圓圓滾滾嘅，你應該要開開心心去買件靚衫。因為呢個係你晚年衣食無憂、手頭寬裕嘅最佳象徵。接下來我們嚟講第三個黃金有肉部位，呢個部位大家更容易忽略，就係手掌。安手掌在相學中，代表你一生嘅勞碌命還是享福命。很多女仔追求十指細長、手背無肉，覺得嘅手才有雅。但在我們看上嘅人眼中，最頂級、最好命嘅女手，叫做手厚如棉，手厚如棉。意思即係你嘅手掌摸上去非常之柔軟厚實，溫暖像棉花一樣。當你把手掌攤開嘅時候，掌心要凹陷下去，即在手相上叫做掌心存水。水代表財，代表你一生有源源不斷嘅財富可以流進你嘅掌心。而手背呢，要肉多飽滿，看不見骨頭也看不見青筋。如果一個女人擁有咁厚實溫暖嘅手掌，代表你一生有貴人相助，莫需要親自做粗重功夫，自然有人照顧你、寵愛你。你出門做事有人幫助屋企，有丈夫疼愛，到老晚年仔女亦會孝順。你是典型嘅少奶奶享福命。但係如果一個女人因為過度減肥，把手掌瘦到像乾柴一樣，玄學上稱之為柴手。柴手嘅特徵就係手掌乾淡無肉，手指骨折突出，手背上青筋暴露。如果你擁有咁樣嘅手相，代表你一生都要用雙手辛勤勞作，沒有貴人運，萬事都要靠自己。你想想，當你嘅手瘦到全是骨頭，沒有一點泥土滋養嘅時候，代表你抓不住財富金錢，一落到你手裏就會順着你突出嘅指縫全部漏走，而且手背青筋暴露，代表你一生操心勞碌，甚至到老年之後還要為仔女、為家庭操心，無法停下來享受一天福分。你辛苦減肥以為是漂亮，實際上是親手把自己嘅貴人運同享福命全部冚走，變成了操心一輩子嘅苦命相。講完這三個不能冚走嘅黃金部位，我想同大家講講盲目減肥在玄學上到底還會帶來哪些連鎖性嘅可怕代價。很多女性一過50歲，因為盲目減肥過度節食，導致身體嘅氣血嚴重提虛。在我們商學上有一句名言叫做髮為血之餘，頭髮代表一個人嘅精氣神，代表你肝腎功能嘅健康狀況。當你過度減肥，身體沒有足夠嘅營養時，你嘅氣血就會最先枯竭，最直接嘅表現就係你會出現大面積嘅脫髮，頭髮變得乾枯無燥，沒有光澤，甚至白髮會瘋狂地生出嚟。在風水學上，頭髮凌亂，乾枯代表你個人嘅氣場變毒。乾枯嘅頭髮會像一層烏雲一樣籠罩在你的額頭，天庭周圍阻擋了宇宙好運、希金貴人運進入你個大腦，令你運勢一落千丈。而且過度減肥會讓女人嘅眼神變得無神疲然，眼睛代表心智。當你長期捱餓，身體能量不足嘅時候，你個眼神就會顯得極度暗淡。在面相上，眼神無光代表你嘅心火熄滅，生命力減弱。當一個女人眼神暗淡無光嘅時候，好運財富貴人自然會遠離你，因為你嘅能量根本吸引唔到任何好嘅事物。最可怕嘅係過度減肥會直接砸爛你個家庭風水。在玄學中，一個家庭女主人就係你個家嘅風水核心，代表家裏嘅財富同人緣氣場。當女主人因為減肥而長期捱餓、氣血不足嘅時候，她嘅脾氣一定會變得非常之暴躁、焦慮，容易發怒。你想想，當你天天回到家，看到女主人拉長臉、眼神幽怨、說話帶刺、喊乜都不順眼，家裏嘅氣壓點會不低呢？在這種充滿負能量、充滿怨氣嘅家庭環境下，丈夫點會想回家？丈夫不回家庭，氣場就冷，財氣就會徹底散去。仔女在這種緊張嘅家庭氛圍下成長、學習和事業點會順利呢？所以你以為你減肥只是你個人嘅私事，但實際上你減走咗自己臉上和身體上嘅肉，卻把家裏最溫暖、最祥和、最招財嘅和氣與福氣全部減走食，把家裏變成了冰冷嘅戰場。這就是盲目減肥最損福報嘅真正原因。
講到呢度，玲玲同大家分享兩個我過去親自接觸過嘅對比案例，等大家明白順應自然與對抗自然，命運嘅結局到底有多大嘅差別。大約在8年前，我遇過一個旅客，我叫她做林太太。林太太當年50出頭，家庭環境非常之好，先生做生意，仔女都大咗，在國外讀書。他過嚟揾我睇相嘅時候，整個人狀態非常之緊冚，因為他當時非常之迷信那些所謂嘅瘦身潮流，天天只吃水煮菜，不吃米飯，甚至去吃那些不合法的減肥藥。他當時站在我面前，瘦到皮包骨，體重估計只有90磅左右。我一睇他個面上，心裏暗叫不妙，因為他因為過度減肥，雙腮已經嚴重凹陷下去，顴骨顯得極之高重。甚至下巴尖削到像一把刀，最嚴重嘅係他個夫妻宮，即係太陽穴位置，因為沒有脂肪支撐，深凹下去，呈現出一種暗黃嘅氣息，而他個眼神充滿了焦慮同幽怨。我當時非常之坦白同他講，我話林太太，你真係唔好再減肥啦，你現在呢個面相在相學上叫做孤寡相，你把臉上代表正財、代表福氣嘅雙腮肉全部減走，更把代表晚年子孫福嘅下巴撳尖，甚至把代表夫妻感情嘅夫妻撳恰，你再咁樣撳下去，你先生會越嚟越怕你，你公司嘅財運亦會大受影響。當時林太太非常之固執，她唔相信，覺得瘦先至係高貴，先至能留住先生嘅心。結果在接下來嘅3年裏，她繼續執迷不悟地減肥，因為身體長期挨餓，氣血嚴重不足，她脾氣變得極度暴躁，天天在家裏為了一點芝麻綠豆嘅小事跟先生大吵大鬧。她先生本來工作就很累，回到家係要面對一個瘦骨純順、天天發脾氣、眼神幽怨嘅妻子，覺得窒息。最後他先生在外面識咗另一個性格溫和、身材微胖、整天笑氣嘅女性，兩夫妻最後走向了離婚嘅道路。林太太分到了一筆財產，但因為她性格變得偏激，聽信小人嘅說話去投資，結果幾百萬在一夜之間被騙光。當她最後孤單一人落魄地生活在出租屋時，後悔莫及。而與林太太完全相反嘅是另一個我叫她做張師姐嘅旅客。張師姐年輕嘅時候命運非常之坎坷，她前半生感情不順，結過1次婚，後來離婚，獨自領養一個仔。她40幾歲嘅時候，為了生活，天天打2份工人，瘦得像驚柴一樣，人中扁平，手上滿是青筋，賺到錢也剛好夠生活，幾乎冇任何積蓄。直到她50歲那年，她過嚟揾我，問我後半生還有沒有希望。我幫他看八字，發現他晚年有後福大運，在50歲之後開始轉變。我當時同他講，我話張師姐，你前半生太辛苦，所以身體瘦，把福氣都磨掉啦。從今天開始，你必有責任辛苦工作，又好好吃飯，特別是又讓自己長肉。你只有身體有肉，你的財運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張師姐非常之聽話。他後來換了一份相對輕鬆嘅工作，開始按時吃飯，不再刻意克制食顧。在短短2年之內，他身體開始慢慢發福，他臉上嘅雙腮開始變得圓潤，原本尖尖嘅下巴長出咗雙下巴，手掌也變得溫暖厚實，像棉花一樣，整個人氣色紅潤，笑起來非常之慈祥，就像尊觀音菩薩一樣。神奇嘅事發生了，自從他身體發福之後，他運勢開始出現奇蹟般嘅轉變。首先，我個本來不愛讀書、性格叛逆嘅仔，突然間懂事啦，開始努力學習，最後考上嘅一所好大學，畢業後找到了一份高薪嘅工作，對他非常之孝順，天天買好吃嘅孝敬下，激助他因為人緣變好，在公司得到了老闆嘅器重，升職加薪。更難得嘅係他在55歲那年遇到了一位性格溫和、同樣有些微胖、手頭寬裕嘅男士，兩個人情投意合，最後結了婚。男方對他非常之寵愛，把名下嘅物業都加了他嘅名字。張師姐後來過嚟找我還神，
拉着我手一邊笑一邊說：玲玲姐，你當初說得太對路，原來我發福真係我後半生最大嘅福氣。我現在天天開開心心，吃得飽，睡得好，生活比以前富裕了10倍。呢兩個真實嘅案例，正正對比出一個殘酷嘅玄學真相。順應自然，接受自己年紀大咗身體發福嘅規律，你個運勢就會像大地一樣，越嚟越穩固，越老越有福。而對抗自然，為了迎合世俗嘅審美去盲目減肥，只會把自己嘅老本財富同仔女運親手減走。所以老友記們，我年到了50歲，最頂級、最尊貴、最能為子孫積福嘅面相，絕對唔係一張冇皺紋奸大嘅網紅臉，而係一副慈祥溫柔、散發着光芒嘅菩薩相。什麼叫菩薩相？菩薩相就係你限量趣，讓人覺得舒服，讓人覺得溫暖，覺得可以信任。當你不再為身材焦慮，不再為了身上多出2斤肉而自責捱餓嘅時候，你個心境就會變得豁達平靜。心寬嘅人，面部嘅肌肉走向會自然向上，嘴角會自然上揚。你經常微笑，眼神溫柔，你身上嘅氣場就會變得非常之光明。這種光明嘅氣場就係家裏最好嘅風水。你嘅丈夫在外面打拼，回到家看到一個溫柔、圓潤、笑氣嘅妻子，整個人就會放鬆下來，事業運自然會蒸蒸日上。你嘅仔女在這種祥和溫馨嘅家庭環境下成長，身心健康，自然會有出息，懂得孝順。這就是玄學上最高深嘅上游心生，亦都係女人用慈悲心、用接納自己修出複雜子孫觀音上嘅智慧。所以老友記們，從今天開始，丟掉家裏的體重秤，必要制為了肚子上嘅一點吃肉而煩惱。多吃健康嘅食物，保持充足嘅睡眠，多讚美自己，多對身邊嘅人微笑。當你開始愛自己、接納自己嘅時候，你身上代表土嘅能量就會大增，你個財富就會越來越大，你後半生嘅福報、財富和健康一定會源源不斷地來到你身邊。聽咗咁耐，真係好感謝各位老友記花時間聽玲玲講咁多心底話。年齡同發福從來都唔係我哋嘅敵人，學識接納自己，愛護自己，修出一副最自然、最慈祥嘅菩薩相，其實就係守護自己一生富貴最簡單、最靈驗嘅風水。如果你想繼續同玲玲一齊避開人生大坑，掌握好運密碼，記得一定要點讚兼訂閱我哋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繼續做好內容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我哋下期再見。